秀林乡公所于113年8月30日于富士村泰鲁格族文创园区办理2024雅古德鲁古泰鲁格族证明20周年巡回策展开幕茶会，并我们从哪里来崛起于东台湾的泰鲁格族人新书发表。今年适逢台湾泰鲁格族自民国94年获官方证明后20周年纪念，也同步发表由黄长兴教官收集史料编撰而成《我们从哪里来崛起于台湾泰鲁格族人》书册。秀林乡长王玫瑰、总统府资政孙大川教授、泰鲁格族自治主任委员德拉尤岛、花莲监察院监察委员洪义章、泰鲁格国家公园管理处处长刘守礼、花莲县政府原民行政处处长杜固傻运、吉安乡乡长游淑珍、花莲县议员陈美莲、秀林乡乡民代表会主席骆燕玲、副主席丁立芳、夏一松代表、白世义代表、王泽元代表、白静文代表、黄福祥代表、各泰鲁格族部落乡镇市公所等各级长官来宾、村长、校长、各部落事务组长以及各原民工坊皆一同到场参与盛会。期待透过今天的发表会，我们能够凝聚历史的记忆，让这个历史的记忆能够代代的相传。很期望这个下一代的人能够看得更远，走得更高。感谢我们的黄教官，用您的青春岁月跟历史来我们做最好的记录。非常恭喜啊，这个20周年，也非常恭喜教官啊，我的老大哥，然后也恭喜乡长。在我们太鲁阁族文化的部分，我一定全力支持。我们在座的代表也会全力支持我们文化的这个部分。秀林乡公所规划于113年8月16日至11月15日期间，于泰鲁格族文创产业园区办理证明20周年策展，展出内容包括证明过程珍贵史料以及传统族人生活族屋、衣饰、狩猎、纹面等古物，期望能够呼唤所有泰鲁格族人一起来响应纪念证明运动与深化族群认同，以传承美好世代交替为任，继续让泰鲁格族生生不息的民族能量在国际上引领下一个世代，展现火光与色彩，让世界看见泰鲁格族。秀林乡公所梅宣组报道。